狂串宇宙 Jam， 小 S 被邀睇過唱話冇誠意。早排汪阿姐爆咗句，叫阿 Jam 經過香港要上佢個節目。不過阿 Jam 未經過香港之前就去咗台灣宣傳，兼上咗小 S 同蔡康永個節目《康熙來了》，點知又出事啦！話說一開波小 S 已經串阿 Jam 個唱飛唔係秒殺壽慶，而係4個鐘，咁阿 Jam 咪邀請2位主持去睇佢歌唱咯，結果就好似咁啦，全場靜晒，因為阿 Jam 個演唱會就係錄影節目之後嗰日，跟住小 S 就問阿 Jam 係咪問緊佢冇收到邀請啊，仲直指邊有人前一日先請人去睇，冇誠意喎。小 S 講到咁，笑係阿 Jam 唯一可以做噶啦。不過之後2位主持人串同場嘅諧星小鐘歌喉一般嗰陣，阿 Jam 就好恭維咁話，彩排嗰陣聽到對方唱歌好好聽，但係就俾小鐘串翻轉頭話，你睇下香港人幾假。之後蔡康永再出招，問阿 Jam 有冇後悔上年3月喺 Facebook 力數舊愛林宥嘉。阿 Jam 話因為係喺自己個人 Facebook 度 post 嘅，審視過係咩人爆出去，所以 delete 咗啲朋友。但係再被追問嗰陣，阿 Jam 就話做偶像唔好咁八卦喎，上個節目句句到肉，難怪事後有報道話阿 Jam 喺錄影之後曾經向經理人呻啦。不過收到最新消息，前日阿 Jam 終於經過香港啦，但係就病咗，仲去咗銅鑼灣睇醫生，一睇完就好急急腳咁上車走咗咯。報慶20週年爆相爆片，由3月15號起加碼100萬獎金，全月單日總點擊最高第1名，更會獨得獎金100萬，只此1月。63836568，仲唔快啲 book mark 低？